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18章。耶稣搁对门徒讲一个譬喻，假使因着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。伊讲，某一个城有一个判官，伊无敬畏上帝，嘛无尊重人。伫迄个城有一个官夫，一直来找伊，讲：我有一个诉讼的对头，请你替我主持公道。这个判官真久拢毋答应。后来伊家己想讲：我虽然毋惊上帝，嘛无尊重人，毋过因为这个官夫一直来甲我吵，我要替伊主持公道，才免伊一直来高高甜。主阁讲：恁着听这个不义的判官所讲的话。上帝所拣选的人，明日对伊哀求，伊减袂替因主持公道，伊减袂拖延真久。我甲恁讲，伊真紧就会替因主持公道。总是人子来临的时，伊伫地上减袂看到即款的信心。耶稣对遐个看家己做义人，佮看轻别人的人，有讲即个譬喻：有两个人上圣殿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，另外一个是冒失。法利赛人徛停停，家己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，恐吓取财。不义、淫乱，嘛无亲像即个冒失。我一礼拜禁食2遍，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毋过，迄个冒失徛伫远远的所在，连举头起来看天都毋敢，只有对兄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。我甲恁讲，罪得到赦免。转去因兜的是即个人，毋是迄个法利赛人，因为提高家己的话受降价，屈加家己的话受提高。有人连婴仔嘛抱来耶稣遐，要互伊换手祝福，门徒看到就甲因责备。毋过，耶稣叫因来，讲：互囡仔来我遮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款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接受上帝国，绝对袂当入去。有一个犹太人的领导者来问耶稣讲：好的老师，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甲伊讲：你若话讲我是好，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。这个诫命你拢捌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偷窃，毋通做偽证，着孝敬父母。迄个人讲：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。耶稣听到这个话，就甲伊讲：你还欠一项，去卖所有的，得到的钱，拢分互善册人。你伫天顶就财宝，然后来缀我。迄个人一个听到这话，真伤心，因为伊非常好业。耶稣看迄个人就讲：有钱人入上帝国，偌尔困难。路途穿过尖片，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。听到这话的人问伊讲：那安尼，什么人会当得到救？耶稣应讲：人做袂到的，上帝拢会。彼得讲：阮已经放下阮所有的来缀你啦。耶稣甲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
人若为着上帝国放杀厝体某兄弟父母，也是囝儿，伫今世一定会得到搁较侪，伫来世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耶稣带12使徒去边仔，甲因讲：当咱要上耶路撒冷，先知所记载关系人子的一切，拢会应验。伊会受出卖，互外邦人，因会家己戏人，侮辱骗烂，因会用鞭家己拍，家己害死。第3日，伊会搁活。毋过，使徒对这个代志拢无了解，这个话的意思有对因牵制，因毋知耶稣在讲甚物。耶稣伫要到耶利哥的时，有一个盲人坐伫路边底求乞。伊听到群众对遐经过，就问人看是甚物代志。因甲伊讲：拿撒勒人耶稣伫要对遮经过。伊就大声发：大逼的囝耶稣，怜悯我！伫头前得行的人甲伊责备，叫伊恬恬。毋过伊愈大声发：大逼的囝，怜悯我！耶稣就停骹，叫人带伊来。伊活来的时，耶稣问伊讲：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伊讲：主啊，我爱搁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好，互你搁看见，你的信心，互你得到医好。伊随时搁未看见，就缀耶稣，归荣光互上帝。众人看到这个代志，拢称赞上帝。